唔知有冇一啲朋友而家係經歷緊分手嘅痛苦，你覺得好心碎，哇，好掛住佢，但係你哋嘅愛冇咗咯，你一路都喺度掛住佢，好傷心，好孤獨，好恐懼，因為你驚以後都見唔到佢，你好驚失去，你驚以後都真係冇咗呢個人，你覺得好痛苦，你走唔到出嚟。但係你要記得，你嘅痛苦、掛念、心碎係唔會幫你換翻愛翻嚟嘅。宇宙係唔會見到你啊！你而家好痛苦啊，好傷心啊！咁好啦，我將佢送翻嚟俾你啦。呢件事係唔會發生，因為你越痛苦、越傷心、越心碎，你只會換嚟更多痛苦、傷心、心碎。所以我哋要做嘅嘢，首先你有幾傷心、幾心碎、幾痛苦都好，你要將佢放低。如果你要召喚翻你嘅愛翻嚟，你必須要聽話，將呢啲唔好嘅情緒放低。我哋先嚟一個深呼吸。你吸氣嘅時候，要將個氣吸入個胸口；呼氣嘅時候，要將你所有嘅委屈、憤怒、痛苦、心碎、悲傷、恐懼、驚失去，全部呼晒出嚟。可以嘅話，做3次。呢一個做法係將你嘅情緒稍為調到平靜，唔好跌咗落去谷底。今日我係會同你哋一齊走過5個方法，係將我哋嘅頻率調高，回歸翻去我哋愛嘅頻率。因為只要我哋去翻愛嘅頻率，先可以吸引到愛。如果我哋一直留喺悲傷，我哋只會吸引到悲傷。我哋今日會做能量清理、冥想觀想，我哋會寫一個美麗嘅劇本。仲有情緒調頻轉化，同埋最後一個，亦都係非常有效嘅一個方法，係五感顯化法。好啦，我哋收拾悲傷，開始旅程。OK，出發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宇宙愛神呢個 channel。第一次嚟嘅朋友，我係 Anita，我係一個吸引力法則導師。我用咗4年時間去研究吸引力法則，點樣令人生變得更加好。我今日會同大家分享5個方法，使到對方自動返嚟揾你。第一個方法，我哋要清理能量，斷開我哋嘅執念，打翻開我哋接收嘅門。喺分手之後，我哋嘅身體同心靈都殘留住對方嘅能量，譬如對話嘅回音，你好失落嘅畫面，未講出口嘅一啲說話或者遺憾，呢啲信息其實一路無形中喺度運作緊，干擾你真正嘅吸引力。而我哋第一步要做就係清理。好啦，操作嘅方法係點呢？每一次你沖涼嘅時候，加入一啲海鹽，呢啲海鹽成為你嘅情緒磁場淨化劑。然後我哋黑埋眼，想象呢啲鹽水將你包圍，溫柔咁樣洗去舊有唔開心嘅連結。你可以默念：我釋放一切唔再為我服務嘅情緒同埋能量，我選擇回到完整嘅自己。你亦都可以選擇用洗米水抹手抹腳，或者係抹下面，象徵住舊有嘅感情波動歸零。清理唔係為咗忘記對方，而係為咗騰出一啲空間，真正契合到嘅愛返嚟你身邊。我哋第二個方法係冥想，我哋用心去創造新嘅實相連結。我哋安靜落嚟，閉上眼睛，令自己進入深深嘅平靜。想象你哋兩個坐喺一個空間，而有柔和嘅光。呢個空間可能係一個海邊，可以係一個咖啡廳，或者喺彼此嘅眼神裏面，你唔講嘢，只係感受佢嘅存在，對住你微笑。呢種觀想唔係催眠對方，而係改變你內在嘅實相。當你心裏面已經有一個溫柔連結嘅畫面，宇宙就會開始回應你。佢會創造類似嘅情景同埋實相發生喺你嘅人生。每一日花5分鐘去諗呢件事，情緒越真實，吸引力越強烈。你要將呢一個情緒畫面感覺放大，咁你就會更加快速容易吸到呢個畫面發生喺你嘅人生啦。第三個係書寫顯化，我哋用文字去召喚我哋未來愛情嘅版本。
顯化最強嘅媒介之一就係書寫，佢會將我哋由想像變成編寫劇本，由渴望變到真正發生。每一日為未來嘅你哋寫一封信，但係寫法咧絕對唔係我希望你翻嚟，我求下你翻嚟，唔係咁樣寫嘅，而係多謝你已經翻嚟我身邊。例如寫你特定人物嘅名，我真係好感激我哋能夠再次相遇。呢一次我哋大家都識得傾聽，互相尊重。多謝你每一日都主動向我表達愛。多謝我哋大家一齊成長。當你進入已經擁有嘅能量場，你就係真正進入潛意識，同佢做一個新嘅現實指令，並且開始吸引呢個版本嘅佢返去你生命裏邊。第四個方法就係情緒頻率轉化，成為穩定能量嘅中心點。痛苦係必經之路，諗住佢想喊呢啲都係你仲係愛佢嘅證明。重點係你唔需要抑壓呢啲情緒，但係亦都唔需要俾佢控制你。每當有呢啲情緒嚟嘅時候，你靜靜地坐落嚟，將個手放喺心輪嘅位置，然後講一句：我允許呢個感覺嘅存在，我允許呢個情緒存在，但我選擇將呢個感覺同情緒轉化為愛嘅力量。然後一邊深呼吸，一邊想像呢個情緒轉化為一道光，喺你嘅心輪散發出去。呢個練習係會令你嘅能量變得穩定、有韌性，令到對方無形之中俾你再吸引，你變得安心、有力量，你已經不可取代。第五個方法係五感顯化法，令到你嘅生活成為你想愛嘅嗰個樣，即係話你話事。你想你嘅愛係點，就會係點樣啦。顯化嘅關鍵係令到我哋嘅潛意識信以為真，而令潛意識信服嘅方法咧，就係調動我哋嘅五感。首先，請你選擇一首你有愛嘅感覺嘅音樂。你播放呢個音樂嘅時候，你可以點住香薰，你可以睇住同對方嘅合照，或者佢送俾你嘅一啲紀念品。你坐喺個空間裏面，你睇住同佢一齊影嘅相，或者佢送俾你嘅禮物。你雙耳聽住個音樂，鼻可以聞到佢嘅香水，或者佢送俾你嘅香水。身體呢個時候有情緒嘅共鳴。呢個時候你發現你唔係渴望愛，而你係已經走進咗入去你同佢嘅愛裏面。呢個就係我哋五官嘅感受。你嘅感受越真實，你嘅顯化就會越快越容易。因為我哋同宇宙之間嘅溝通係講感受，所以我哋運用呢個五官嘅感受去顯化我哋嘅嘢係非常容易嘅。各位，我哋要記得啊，我哋自己先係愛嘅源頭，我哋唔需要向外求，因為我哋自己就係愛。當你係愛，你就會吸引到愛，所以唔好懷疑，我哋係值得被愛。吸引力法則只係提醒我哋，我哋本來就係被選擇、被重視、被擁抱。我哋唔好等到對方改變，而係從今日開始，我哋就要改變我哋自己同愛嘅關係。當你嘅磁場改變咗，對方都會感受到你嘅唔同。你唔需要去揾佢，而係佢自然感受到佢想靠近你嘅衝動。以上呢五個方法同埋冥想係一種能量嘅整理，都係一種對自己靈魂嘅呼喚，提醒翻你，我哋係值得被愛。你準備好未？我哋從今日開始，每日做練習，令宇宙將奇蹟送俾你。睇完呢一集，五個方法裏面，其中有方法係啱你用嘅，請俾個讚。未訂閱嘅朋友，請俾2秒鐘時間訂閱。打開小鈴鐺，咁有新片就會提醒你㗎喇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